歡迎收睇呢個關於嘅 Application Control 加提升標準用戶管理工具權限嘅教學。你可以用 CLSID 規則類型嘅提升控制面板項目，呢個方法係直接針對 COM 物件，而唔係執行檔路徑。要設定呢個功能，你可以去控制台入邊嘅特權管理，然後建立或者修改一個政策。佢選提升權限，然後選擇加入指定應用程式。佢選規則類型時，記得嘅 CLSID， 然後佢你想提升嘅控制面板項目，或者用佢哋 CLSID 嘅搜尋。一旦儲存同埋部署之後，嗰啲裝置上嘅標準用戶就可以用到嗰個管理工具，而唔使成為完全管理員。如果你需要嘅元件唔喺預設清單入邊，你都可以自訂一個 CLSID 規則，同之前一樣，先建立一個特權應用程式清單，然後喺 CLSID 選項輸入系統元件名稱同埋佢嘅 CLSID。你可以喺登錄檔揾到呢啲資料，或者當你試圖打開嗰個管理工具時，睇下 UAC 提示都得。加啲元件之後，儲存同部署 JIT 即時存取政策只會俾提升權限一段短時間。建立一個新嘅 JIT 存取政策，定義名稱同描述，然後指定需要臨時提升權限嘅電腦或者用戶。喺存取設定入邊嘅指定應用程式，再用 CLSID 規則睇返需要臨時特權嘅系統元件，只會喺指定嘅時間範圍內有效，確保彈性同安全兼備。就係咁樣，你就可以用 Application Control Plus 幫標準用戶提升管理工具嘅權限。